先講下就係呢兩個計劃啦，一個叫做醫健通加連通支援計劃，一個就叫醫健通加連通認證計劃。兩個計劃具體嘅內容係點，或者個目的希望做到點咧？又先請首席助理秘書長同我哋講下。好啊，好啊，好似主持人啱啱咁講啦，其實喺醫健通加發展底下咧，政府一直咧都係同唔同嘅私營醫護機構去協作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幫每個香港市民咧都建立一人一醫健通戶口嘅，咁呢個戶口咧就用嚟去可以存放翻佢一個比較整全嘅電子病歷，咁啊方便翻市民去管理翻佢哋健康嘅。咁呢兩個計劃咧，正正就係回應翻呢個目標啦。咁首先呢，我哋第一個就有一個醫健通連通支援計劃嘅，呢個計劃咧其實就希望咧可以更加針對性咁樣咧，係幫到一啲私營醫護機構啦，透過同佢哋去提供一啲技術嘅協助啊，同埋一啲資助咧，就鼓勵佢哋咧去用翻市場上呢已經 connect 咗醫健通嘅一啲臨床嘅醫療管理系統，咁啊等佢哋咧就可以方便啲啦，咁可以安全無縫咁樣咧就將市民嘅一啲病歷記錄咧放翻喺佢哋嘅戶口入邊嘅，咁亦都回應翻呢個進程啦，咁我哋咧就推出一個認證計劃嘅，咁啊希望可以去嘉許翻呢啲咧已經可以完成咗技術要求啦，有能力咧可以將市民嘅記錄咧放入去醫健通入邊嘅一啲醫護機構嘅。咁個計劃咧其實咧就會按翻本身醫健通入邊嘅唔同類型啦、數量啦嘅一啲醫療記錄咧去分成金銀銅3個級別嘅。咁我哋都特別咧就係為一啲醫務化驗中心啦，同埋一啲放射性嘅診斷中心咧去推出一啲特別嘅一啲標誌咁樣嘅。咁其實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市民喺選擇佢哋嘅服務嘅時候咧就可以按翻佢嘅需要。咁辨認翻一啲咧，可以將佢哋嘅一啲例如醫療報告啊，或者係啲唔同記錄咧放入去佢醫健通account 入邊嘅一啲醫護機構嘅。咁兩個計劃咧，就希望就幫到更加多嘅私營醫護啦，可以連通到醫健通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一齊咧去幫每個市民咧去建立翻一個比較完整嘅電子健康記錄嘅。咁醫健通嘅作用係在於希望市民無論你係將來揀邊個醫生好，用乜嘢服務都好咧，咁都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咧就安心啲啦，有信心啲啦，亦都係可以享用啲更加優質嘅醫療服務嘅。